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看睇基本因一年的丰富的课程后，相信大家对王建老嘅大好小说有进一步的认识。从作者的角度来介绍到佢作品的欣赏，并见证台湾大历史之下王建的身份的认同到变化。就像因自家伫事件的创作，因自家用样板来献出，来做样板的角色，用样板的角度来看自家，希望自家没有更加多元的空间。今日课程台湾大好小说五星作家的天音王建就到了下咧。我是主持人千峰君。请大家收听客家名录学院，演将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课程。客家名录学院，张来了。